后来哦，若讲到要收水、省水，到这个公立的游泳池，家长应该是上放心。但是苏澳的镇立游泳池，煞常常来出意外。有一个王小弟弟，日式内池咧收水的时阵，正卡的大父母去互水池啊底钢条挂着伤，空喙真深，讲上届无嘛要2个月才会好。另外，这个游泳池楼梯的泰路已经落去，室外池塑胶的钩仔挂嘛断去，处处拢是危机，实在互人真袂安心。医生说尽量不要走，他那个地方没办法走。连行路都真艰苦，因老母看到真唔甘，宝贝后生去所有镇立的游泳池去收水，正开大父母，或者水底铁架啊挂一空，都要用2个月时间才到恢复正常。记者中回现场发生意外，入5米的室内游泳池已经有做补强啊。出状况就是水底这支白铁啊，年久失修才会落去，因过游泳池内面危险的所在唔若这位尔。这边也有一次，然后。出入游泳池的泰路欠一角，一直拢无处理，连7月份才订翻修的室外池塑胶挂嘛暗中危机。卡进去一拉，哦，对。所以现在在全面汰换，就对。对。因为是亲自登录的游泳池，即马煞处处拢是陷阱，有真个家长的烦恼。定国所讲会叫厂商赶紧来修理。我们即将要纳入第2期的改善工程。那因为这个温水25米的游泳池哈，是也有使用将近20-30年的时间了哈。确实也未改善，敢若围起来尔，却是照常开放，互人入池，敢会阁造成民众受伤，会互人烦恼。